带着一个阿姨回来，那个阿姨回来，她老公说，你看你那个孩子，这个阿姨她很坏，讲不听，会肇事啊，闹事。啊，那个阿姨她想说，奇怪，爸爸怎么会对自己的孩子讲这种话？那这个阿姨呢，她就过去看这个孩子的那个妈妈头，哎，不会呀、你看他长得非常的非常的棒啊！以后他长大一定会大有所为，他一定会很有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大人才。当时呢，还年轻的小孩子呢，因为他感动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讲这种鼓励，这种认同的话，他当时眼泪流下来，所以他阿姨就把他抱到来，以后一个很棒。最起码奠基这个小孩子，他长大的一个意思说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做好，应该做好，能对自己的责任照顾更多的人，来给这个阿姨给我的肯定。你看这句话造就了一个人，就好像去受洗常常比喻说，小时候9岁的时候，或许因为在家里不大喜欢读书，小时候在写功课的时候阮阿母每个阿舅阿姑啊，从头咧坐，咧坐台湾会批会批评你什么人阮来阮厝内，都看叫咧，读书拢无乖，都袂主动安尼啦，大佬咧陪面面啊，大部分阮妈妈、阮阿母讲阮阿奶读书唔免乖，变动拢袂快，生活都比姐姐少得勤，因为他讲这样一点事情让我9岁的记忆从此我读书不上班，真的不用人教。人在扫地，我都会回想起来，我9岁的时候，我妈妈说我扫地很干净。这个记忆，赞美记忆在我身上，已经上50年了。如果当时有人讲，你妈妈怎么不讲，多讲一点呢？就说你以后怎么样传递给他们讲，再讲这两期的话，让我深在我内心。那也许就是我们在道中互相彼此之间，大家同学们应该要有一种这种心胸，都赞美，都鼓励，都认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，因为每一个人他一定有无限的潜力，无限的可能，他一定有他的专业。像我们比如说，每一个人都有梦想，是他的平台跟他的这个时机应变的人还不到位，所以我们都有信心。这是或许今天晚上感触良多，说记得要起来分享。当然分享的内容有参差不齐的不大理想或者助理之类的谢谢各位。